哦，这部分，这部话当中呢是后来人去加加入，所以新译本以真调这个规模式所发的这本检视段，所以伫这段话当中呢，咱会了解，伊过去伫中大陆，嗰是从印度要把这个印度的原文伊迄个原文拢叫做哪？八页本，就是迄个树仔叫，拢写伫树仔上顶。甲咱讲明这本金刚经啦吼，要甲这本册，要甲写甲这本册，一定爱一堆一大堆。尤其过去的当中遐个312部经拢搬过来，当然伫这段当中要总个归到运到中国来，这是一个真正非常困难的代志。尤其过去交通无方便啦吼，咱就通由中国要经过就是啥？要把你的大哥大山，咱较早有一个叫哪丝路无吼，三中出境无，行过迄8巴里的迄个大哥山，当然你行过迄危险是安尼简单，迄规拢山路，天气变化，根本是个变化。甲个时阵迄个日时变化都无相像，有阵时阵天发到多，一个雨伞夹个了，规个天乌索索暗暗。我而且无看到你而家无看到我，行嘛行无落。规条路你一条路向迄条路，大个沙漠扫去了，规条路都变山路，拢走无。有阵时连方向你嘛知影个，所以是一个真正当时若以前的讲起科技，有哪有迄个手机有电脑，有即个科技要引导。过去是毋是遐尼简单的物件？你想，过去三中出境，你讲你去到迄个当中，宁可先一步，一步先啦，一步输啦，那就最后一步生啦，一步出掉，这个物件伊绝对把迄个掉。所以当然咱看到当中伫遐当时你问这三中全部经，较可能中国，伊毋是一般经上简单的代志。因此当中呢，咱知影，随时拢会遇到迄个大风，咱说的怎无？所以原本原本毋是用纸写，迄个贝多罗，迄个贝多罗就是咱讲迄手写写出来物件，所以要写写。所以换方面过程内底当中，有阵时伊实了一刻啦这刻叫文了，就等于这段就叫文了。所以因此呢，顺发了一片一片叶。如果安尼当中呢，这段话就减少。所以这项是相当的理由，无人敢甲因为这段话写起。所以因此当中，因为这段话是根据于过去咱苗祖师伊的译本内底当中有这段话，因此把这段话甲加入，所以这个后代人大家能接受。因为呢，咱我今日要向咱讲到这个逆行归命思菩提。当然，这个道理的讲起，逆行就是讲到迄个时阵，就是当下那个时候。这个时阵就是哪呢？就是佛当然甲师菩提伊迄个应时，迄个时阵咧说法迄个时阵，归命师菩提并不见。当然，咱看到当中这个归命咱一定要了解。归命两句话来搭起，叫做哪？叫做中路。所以归就是讲有智慧的物件。命就是讲享受，退休较重，两句话来搭起叫做中路。但是这个中路的解说，毋是以迄个名为作者的意思。如果今日咱这个食百几岁，但是都无智慧，敢袂使讲叫做中路，嘛袂使叫做中路。你想讲中路师菩提，中路，迄个过去的迄个咱伫迄个伫佛陀的时阵当中有迄早头，有得到佛法的时阵，
嘛当想迄个时阵，哦，那中午见面啦，哦，迄个新人啊，迄种事啊，那个真中午，就是讲伊迄个时阵嘅，就是真早就去得到台北。第二，伊个地位真高，所以伊进入甲请做中午。比如今日去咱台中，伊今日去就100岁，伊今日去就90岁，好，但是伊个了去得到，嘛迄个参考，嘛迄个收到，你敢毋使甲叫做中午？好，迄叫做长辈，迄叫做长辈，迄个说中午。像咱国文书写的，咱父母，迄个国文这个咱叫做中午，吼。伊若咱讲，以前自咱做囡仔时阵，就咧教阮宣布啊，自咱做囡仔时阵咧教阮理解啦，你咱这大家就是无叫拍着，我看咱这边银行助理这嘛，我有叫拍着咧哩吼，咱需要清楚中午，有啦吼，接受比例。所以以前上即款就叫做中午。哦，若是讲我拄则喂，伊就倒咧，现在迄个收倒咧，啥物变节话，啥物变节话，敢毋使叫做中午？这个就无老出叫做中午。所以咱道中要叫中午，这毋是啊简单。你像现医生先生嘛，咱叫做中午啦，吼，现医生先生有啦吼，这就听这话啊，对不对？这就作早，哦，咱好成的时阵，这个是当然，迄就是讲收到学到啊。好，这个叫中午，是讲买食，哦，买食，你讲啦吼，迄拢是，咱赢，当时咱赢有三某，就是黄进先生，王春龙先生，桂太太，所以咱三某这么神奇喏，神奇喏两个等两个咧吼，叫神奇喏，迄拢叫做中午。所以你伫道中，你当坚持中午，毋是简单诶。迄份吼，你思考过来吼，变迁。好，我即马讲啥物人吼，恁听，若有听，若听无算。即有一个前辈者，专门鼓励人，迄亲口所在，你鼓励人爱食牛肉，嘛鼓励爱食牛肉汤讲身体哪用。这是道中诶，真正迄是那前辈啊。但是即种专门咧鼓励人食牛肉，食牛肉汤无？讲着爱食牛肉，就爱食牛肉汤，身体哪用无？啊？西人嘛吼，我西人啊，我若西人好啦，身体无健康嘛好啦。你看安尼，这个敢毋敢像叫做健康？所以你做个道中的中午，毋是今仔日求道久、亲口久、地位久，你袂使为而排结。